新疆魔都六合魂，哈哈哈哈哈！娘你也唔敢反背我才对啊！你这个北森林所服侍的神枪，李老君的神枪放为焚烧，服侍我赤我的魔枪不得为命。是，我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。哈哈哈哈哈哈！3个月还会记你，请。老师，参像这个妖道今仔日来这个所在威胁，假使若是咱3人并肩作战，我相信也袂失败才对。哎呀，你这个乌鹰哦，有勇无谋啊，迄毋是安尼啦。这里就是一定要用这个办法来应付，叫做以柔克刚。这3个月来，恁两个啊，功夫要认真甲练甲，互伊成功。也我所有的功夫，拢总教互你。3个月后，准备甲这个妖道万恶的罪魁赤我神君拼一个死战。安尼好，3个月后，最后该决一个死战。死！你真残忍！你我是好朋友，哈哈，好朋友。哎，该关论定也妄赛，爱子赢，我改过你的性命，互你甲收死啊！哎呀！哎呦，道你真苦，你甲陷害阮生，我拄你下着。金王主啊，我咧甲伊算笑的，我咧甲伊算笑的，算笑的。哎呀，我就知影讲你这个人吼，心肝真歹，啊，真毒啦！啊，你的报应到位了啊！昆仑四座看到金王主到位，冷汗直流，现在走也走无路了，完全敢亲像鸟鼠见着鸟共款。徒弟啊，徒弟啊，不喜开杀！徒弟啊，我咧讲话你是有听到啊无咧？有啦，师傅啊，你咧讲话吼，我都有听到咧。啊，也你有听到是怎样？奈无照我的话伫咧做？有啊，我都有照你的话咧做啊。哎，讲徒弟啊，不喜开杀，啊你安尼偏偏开杀，安尼你明明都是激我。师傅啊，确实的啦，你迄头句哦，我听无清楚，我敢若听到尾句讲开杀。哈，不喜开杀。啊，师傅啊，你讲话吼无连接啦，所以我敢若听到尾句尔尔。你咧实个人吼，师傅啊，赶紧的，妖道的身躯甲提出解药，好解毒较紧的，准备。师傅啊，赶紧接落去。徒弟啊，我讲的话你拢无咧听。有啦，我都有听到你咧。好啦。师傅啊，一那这个敌人哦，已经甲伊收掉啊，这算是万恶不赦的人，应该甲伊收徒断杀。这班歹人若无死吼，一天啊都袂安宁啦。你毋通伤心嘿。只是你在恁师傅面头前开杀界，我就是疑心不安啦。我上伫咧讲互你听，
修道人若心肝想歹代志，安尼就感觉真碍拗咯。何况你伫面头前，你的老师真是不忍见血啦。我知影讲你是大慈大悲啦，师傅，你等于当来敬仰啦吼。啊，我要来去摕太子殿下，我这个夜明宝珠还未行呢了。你都要好好保护殿下的安全。好，告辞。我的徒弟确实真牛，确实真牛。总讲有技术必有技术，我娘准讲是，都免想迄个，那昆仑园林呢，你当时反倒转，就是想这个歹人的昆仑戏种。兄弟啊，嘛让我转正一个，这个人哦，足烦心的，因为对后壁拢脑术啊，宁可越讲，越讲较对，越讲。来人哦，将大明朝的当宫太子自己约带进来。大高，去！喂，大明国的太子，赶紧将这大明的江山让大师写给我，要若无，你的身首异处。你实在有够颓呢？什么？我是讲你有够笨呢，你有得笨蛋。哦，我写江山让大师，互你敢有较蛇？根本皇帝也毋是我咧做啦，太子嘛毋是我咧做啦，我写互你哪有较蛇？你实在有够颓呢！你俩准讲我是真正的太子哦？什么？难道你毋是太子吗？我是一个替死鬼尔啦，所以讲你请我新君，虽然讲你的计划袂歹，但是你知影讲六合善事，伊的计划还佫较周到啦，对毋对？我都蘑菇一笑，刀菇一顿啦，讲互你捌喙手好捌干啦。我想，我就是一个小贼啊，叫做阿柳了。因大家利用我的孙儿啊，要来牺牲，要来当保护太子殿下安全啦，你应该都要了解，安尼才有聪明啦，对毋对？你小贼阿柳啊，你真该死！讲，你若甲我拍死，你才有遐大笨蛋，有够颓。你就是阿西因大兄阿兔，阿兔因大兄阿燕。你气死我！我讲你听，你气无甲绝，你偌强根本无甲绝。你若是聪明的人，头壳好的人你反倒转爱利用我啦。你若袂晓利用我阿柳，你是只大颓，毋是小颓。利用你去掠东宫太子，还佫较颓，乌搭太子殿下哩，一个大明朝皇帝后生，迄保驾大将拢数百名呢，迄保驾大将军拢精选出来呢，大家剑术刀法，拳头是练外百咧，你利用我去，哪会成功？瘾头就是瘾头，我跟你讲啦，家己煞互你学伊啦，你爱用迄款啥物呢？迷魂药啊！迄迷魂药安尼互伊骗落到地，大家拢茫茫醉醉，大家拢昏昏迷迷，安尼我代志就好办啦，安尼对毋对？毋敢若远啦，较纸，还佫有咧啦。你敢若讲用迄迷魂药去安尼嘛是会闹开着，伊即摆问我咧，问讲，哎呀，阿柳啊，你是安怎？都假太子的模样，去互请我新君掠去是安怎？你哪会佫倒转来？对毋？这个定着爱有人救我。有会生了大劫，轰动武林，惊动了江湖的大劫救啊！安尼毋知袂闹开，是毋是安尼？有你，阿柳你是查啦无毋对，但是你的头壳袂歹。我命令我的左右护法，大风台、小风台，加做劫客，救你回去。还佫安尼咧，毋是干那叫我回去就会使了我即马要做这个工课算是真艰巨、真艰难呢。这个就是在生死边缘对。所以你一定爱我享受3天，无拘无束，互我享受一下安尼来，安尼我死嘛价值，对毋对？阿柳，你到底有啥物要求吗？都安尼无，人生道，音乐、美酒、女人，阿柳你真会晓享受，好，本身君属你的音乐、美酒甲女人赞，我一定对你死忠的，我足死忠的啦。
莫笑，哎呀，高声去食调。若讲唱一款歌吼，我家己唱，家己听，搁较赞来看有咩？啊，好啊，拢入去啦，入去休息啦。阿刘，你敢无要选一半也是？妈，你选啥？专家好遐面对讲嘴，下只袂做三开脚面层高棒，会有较抓。入去啦，莫啰嗦啦。哎，好在啦。嘿，干到这个就好啊，哼，为什么查某囡仔这么多？大家拢遐尼水，你唔选，你偏偏得要留我一个，什么意思嘛？嘿，英暗你都爱陪我了。哈？陪你？安那？嘿，你是真可呢！大家拢花头喜面，快快乐乐，也伫咧陪我饮酒的中间呢。甲你安尼无精打采，安尼说愁眉苦脸啊！你当作我啥？啊？哼！吼，我甲恁这班土匪、毛匪为我，甲恁斗阵，你就叫我欢喜哦，就叫我开心哦。哼，免想。可恶的贱人啊！你讲阮这都毛匪啊！你真正表示吃我身棍该拍！阿刘对赤我失中了！笑。你真正咧甲拍哦？真正咧拍嘛？都袂使假，苦就假啦。哈，无安尼拍袂用你啦，看对唔对？迄后壁有人伫咧看咧，像有你偏有风咧。我知影讲你原是尽忠爱国的吕英慈。你敢会知影？我哪唔知？刚才听你的口气，我就知。看你的状态，你是咧品貌端正，是真正一个爱国女性。多谢你的保障啦！笑，可怜。阿刘。你到底来这创啥？我讲你听，我是太子殿下的保驾大将军啊，也是陆侠的朋友啦。吼，我今仔日呢，就是这款敢死任务啊，无人敢来，这个中间就是我志愿来这个所在，目的就是要偷摕赤吴新军因的组织的名册。哦，安尼，你是我的同志，你无论安怎一定要协助我。嘿，好，我是真欢喜哦，我爱跟你交陪。原来咱是同志，志同道合啊！好，阿刘，我宣誓，我一定为你死忠，我对殿下死忠，我一定对你死忠，我一定为殿下死忠。是啊，今夜间一定透出这歹人的名单。OK。当然，新叫小，无你到底啥人哩？和我杀手剑中剑左秋风，左秋风。讲嘛讲很艰苦，赶紧将这惊天魔刀给留下，然后我的身首异处。讲话咁大汉出来，两啊讲就好啦，看对唔对？迄惊天魔刀吼，迄就是壁中壁的，也唔是你的，也嘛唔是我的啦。但是呢，一旦到我摕着哦，你这边爱真困难，老和尚你难度定性咯呀！记得吧，困魔啊，赶紧来拼无我的事哦！哦，拼都拼你，互阮两个，一拍，我杀手剑中剑已经夺取着惊天魔刀，伊力霸当困魔，已接近着死亡的边缘咯。哇！你哇，摔水鸡啊！呀！哇！我呀！我问啊，你两个很大件，我问啊，迄互你，哦，迄我专门倒头，迄种互你叫我倒，我就来对老和尚怎么死啊？老和尚多次悠悠，三劫让你脱一时不灵，让你活一世。对，赶紧到这个大雪国解救第个杀手毕中毕啊！
下面，师尊下面啊！月刀，你不应该杀害你的师弟六合。六合这个人尽忠爱国，对社会有所贡献。这个人仁慈为人，你为什么该杀害？月刀，既然回转大雪国，你就要冷静去反省。月刀啊！已经来早已来迟，六合。这个时阵的毕中弼非常的后悔，伊听到六合的金色容颜，当着伊分别温柔之声，伊痛心欲绝，伊后悔当时杀害着六合的性命，但是后悔不及，只有静静。坐在当来所在忏悔而已啊！虽然洞口争斗声音，但是毕中弼闭目不理，静静地忏悔了。严中严带着这歹徒进攻大雪国，来见着这个陆行镇。现在陆行领队退敌。嘿，嘿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全这胆小鬼已经不见姿体了，来人啊！拍开洞来解救毕中弼哦！喂，第一号杀手毕中弼，你唔通随头爽去！原来是和我杀手剑中剑啊！哦，原来是剑中剑。是，我叫你回转南松林，见赤我再给你团练吧。小等下，怎样？刘合已经死在我手头，但是伊灵魂显现。什么？毕中弼，你相信灵魂？你无相信吗？当然无相信。要若无相信，我带你到天心桥。来去看六合的灵魂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看六合的灵魂啊！是，我若看到六合的灵魂，用这个惊天魔刀，再来给伊斩作七斩。灵魂是有形无体物件，如何给伊斩作七斩？我这个惊天魔刀有可能通降服灵魂啊！安尼好，到天心桥吧，行哈哈！阿刘啊，你行了嘛？行较大才哩。嘿，哈，你几时这样欢喜？阿刘，你实在也真好气呢。好，请我新军啊，同内面80外个查某囡仔，选的啊，也这个上歹的怎送你？
我你讲啦，迄外表的水无甲遮啦，哈，若有内在就好啊啦。你大家查某囡仔嘛有多才。再讲恁遮烦啊，都是讲无读册，搁兼无卫生，内在啦，内在美啦，你听有无？我听无啥清楚。阿你话，咱工课真重大，毋通得意忘形呢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但是好巴肚足枵的了，最近拢无啥营养咧，安尼骹软手软，你嘛安尼去掠一寡山兔，也山鹿，食鹿茸也食迄兔仔肉，安尼来身体毋才会用。你说袂晓家己掠？叫我家己掠，你是我的保家的呢，要我甲你命令？什么命令？我是跟你合作了，你无权搞命令。你是干那靠你的武功尔啦，根本你都无甲抓咧，毋捌半字咧，推，毋捌半字，推，你的头壳拢空骨哩呢，空骨哩，内面拢石头呢。试看卖。好，来，头壳好的人做指挥，来一个。我做一个味菜互你猜，你若猜会着，互你做指挥，我来掠山鹿山兔，你若猜袂着，爱我做指挥。可以啊。来，铁船再险会，丢断坡路过。铁船迄个当用丢断，免啊坡路可以过。所以我咧研头，这就是菜场物件，有斗，有3块的啊，迄个铁的嘛，一人敢若船的啦，对毋对？丢断嘛是爱有力咧。安尼我手够笨啊，我猜无着。猜无着你照我命令，好，赶紧你掠鹿我掠兔来行。遵命，行去。你有变怎？利用这个机会好耍啊呢？好来走，唔是啦你。喂，你话，分平啊，叫我走呀，中计了，赶紧对小蛋呢。你到底是啥人动咯？你唔捌我就是金王子。金王子，拿命来！是啊。阿你好，我起来斩玉俠的灵魂啊！来人啊，大破闭关机密门啊！亲爱的观众，剑中剑有可能渡过天心桥吗？请我神君亲身带队要破这个闭关机密门。闭关机密门有甚么变化呢？请看明天最后的一集便知分晓。多谢欣赏。